下来就是特长恶鬼。特长恶鬼在躯体庞大的每个恶鬼身上居住着成群的小恶鬼，啃食它们。此外，感受苦乐的数量多而不定。有一克布的，不是，我那个翻错字了。啊，从前助信及尊者到恶鬼的境界是，见到一座无量宫殿里有一相貌端庄是吧？对，端庄，令人见而生喜的美女，珍惜是吧？生喜的生喜的美女，以珍宝饰品装饰的宝座，四角上系缚着四个恶鬼。美女恶鬼向助星及尊者供养食物，并告诉他，如果这些恶鬼向你要食物，一点也不要给他们。之后他就出去了。尊者受用食物时，这四个恶鬼前来前来索要。尊者给了一个恶鬼，结果食物变成了糠秕，又给另一个恶鬼，结果变成了铁水，再给剩下的恶鬼，一个变成了他自己的肉，另一个变成了脓血。这时美女恶鬼回来了，说，我不是说不要给他们吗？难道你的悲心胜过我吗？尊者问，他们与你是什么关系？他回答，只是我以前的丈夫，只是我的儿子，只是我的儿媳，只是我的女仆。尊者又问，你们是以什么业力转生到这里呢？他说，难瞻不住的人很难相信的，说了也不会信，还是不说为好。尊者说，我已限量见到了，怎么会不相信呢？于是他开始讲述，我前世是一个城市中的婆罗米女，在一个节日的夜晚准备了丰美的饮食。次日，嘎达耶那尊者前来化缘，我对尊者升起信心，并供养了他，满心欢喜的以为丈夫也一定会随喜，便告诉丈夫，我供养了佛的弟子嘎达耶那大尊者，你应随喜。丈夫听后恼羞成怒地说，我没有供养婆罗米，甚至没有孝敬亲戚们，你却首先供养那个光土，那个光土怎么不吃糠秕呢？然后我又对儿子说了，儿子也气愤地说，光土怎么不吃铁锤呢？一个比一个厉害啊！所以我们这些听了以后，也是有的时候在这个时间的人都没有办法同样的这个怎么说呢？像比如说这个现在实践的人的家庭当中，都会非常圆满的这种善的因缘的是非常难。很多人的家里面呢，就是有的会相信，有的会不相信，有的会怎么说呢，欢喜，但有的会讨厌。所以这种时候也是相当，就是这里我们也知道，因为就是众生就是这样的可怜。那他们几个呢，就是本身就过去的什么样子的一个因缘，变成了家人，但也所有的因缘都不是相同的，所以呢，有些就对佛法有产生欢喜心，可以做一些善事，但有些又并不是这样的，相反了，所以非常非常讨厌的。那么曾经在我
也是遇到过这些，就是有些人他们家中呢，就是怎么说呢？有些家人相信佛法供佛，另外一些呢，就是另外他的家人就是不相信佛法，然后每天都是摔那个佛像、那个贡品等等的，这种事情也有。那这些来说呢，就没有太大的办法，顶多就是要就是有的时候表面上只能是神睡他，表面上只能是要怎么说随缘他，表面上随缘他的他就比较不造这些业，甚至他造业的时候，你不要起任何烦恼心，你不要起嫉妒心，用很大的慈悲心来包容他，用菩提心来包容他的话，他就是有一种可以盗用的方式。那么这个民女恶鬼呢，就是盗用的方式就有那个时候就是漏掉了盗用的方式，他也起了一点点。本身他是很有慈悲的，非常好的，很有善心的一个人，但也是又因为他的家人也是影响到他，他也是虽然在恶鬼道当中他没有太多痛苦，但也是变成恶鬼的原因是他自己就是因为家人的影响，他没有好好的盗用，所以就变成这样的结果。所以儿子也很厉害，然后儿子当天晚上我的亲戚们给我烧来丰美的食品，让儿媳带回，结果他自己偷吃了，将不好的食物给了我。我问他，你是不是会将好的食物交给我而自己吃了，只将不好的食物给了我？他妄言回答，我吃你的食物还不如吃自己的肉呢。同样，我让女仆烧给亲戚的食物，他在路上偷吃了。我问他时，他回答说，我偷吃你的食物还不如喝脓血呢。当时我发愿我将来生在能看到他们感受各自业果的地方。对于他来说的话，就从整个的过程当中，这个发愿是不对的。这个发愿呢，就是有带到一点点的那种怨恨他们的一种心，他就是如果没有如此发愿，然后他就是为他们发更大的菩提心，那么他自己所做的一切的功德回向一切众生与他们，然后他们所造的一切业力，他用他来相当于是承担，用我来承担，就是消除一切业障，不要让他们感受到这些的恶果。他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发心的话，那他自己就不用变成恶鬼。所以这个对我们经常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修持来说的话，也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很多人对自己不满意的人，看出他的这种不如法的行为，平常造业的行为，或者是各种他的缺点的时候，都会想他肯定将会有因果报应，所以就赶快他应该最好赶快要有那种因果报应，就这种的想法的人是特别多的。因为这来说的话，也是正常的世间人的怎么说呢，特征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就是正常的所有的世间人来说，非常喜欢嫉妒，非常怎么说呢，希望感到他人的痛苦。再要好的朋友，听到他的一些功德感，听到他的一些怎么说呢能力的时候呢，心里都不太开心。那么直到他人有点不对的时候呢，就自然而然就觉得好像自己去心里有些比较怎么说呢心里就是比较恶的人，他们会都这样去想，所以这些是不对的。那么所以这次这个恶鬼民女，他本身就是要供养嘎达雅那尊者也好，而且是他所做的一切应该都是很好的，但是这个当中呢，他就是没有用上我们这个怎么说呢，佛陀给我们的这个智慧
更方便的方式他没有就是用菩提心来对待当时的一切事情，所以呢就是感到了他也必须得要到恶鬼当中要看他们感受的这个业果，所以我们要知道自己要能够要得到解脱的话，不要对他人所不对的行为不要去管，而且是要做回向感发心，这个听得懂啊？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因为生活当中呢，因为我们所在的地方是娑婆世界，人类的这些众生都是众生，所以我们包括我们自己的家人也好，亲朋好友也好公司的同事也好在佛教团体里面的金刚师兄也好，看到任何一个人的造业的时候呢，用菩提心来包容，用慈悲心，用大慈大爱的心来包容，为他忏悔。怎么忏悔？不用做外表的动作，就是内心当中为他忏悔，为他发愿希望他虽然有好像造业的感觉，但是这些造业呢，就是不要让他感受这个业的痛苦。我如果是可以感受他的这些罪过的痛苦的话，我很严厉的感受，要这样的一个心去做的话，那么他的造业对你不会有任何影响，而且是因为他的造业，你就做到了很大的功德。你发菩提心为一个众生，真正的从内心里面为他发了菩提心，那么菩提心的愿力是那完完全全没有办法任何语言可以表达出菩提心的功德是多大与多小，它是无量的功德所以没有任何一个语言可以怎么说呢解释今天发一次菩提心的功德是多大。因为所有一切的功德当中呢，菩提心的功德是最为殊胜的，所以呢它呢就是一点怎么说呢，在任何时间时时刻刻都是会增长的完全不会消逝的功德是什么？菩提心的功德。所以呢就是这位美女呢就是少了这个部分。当然在过去其他的4个家人，他们自己各自所造的业是必须得要感受，这是肯定的。但是他想要看到这个他们的这个痛苦，所以就是发了这个愿，这个部分是不对的。所以如今我转生为大力恶鬼，在恶鬼里面比较有能力的，否则以供养尊者的功德，可以升到33天。您如果去我曾住的城市，今转告我那做妓女的女儿说，那她的女儿那个时候在可能那个城里面就是做妓女，我已见到了你的父母等，此业的果报是令人痛心的，告诉他断除非法的恶业，改过自新。如果他不信，再告诉他，你的父亲生前的房间里有4个装满黄金的铜锅、金盘及金瓶，取诸最高的如果他不信，刚刚我们那个连接的地方对吗？不对啊？对。对啊，好。如果他不信，再告诉他，你的父亲生前的房屋里有4个装满黄金的什么？铜锅，还有金片
和金镯是吧？金品啊，还有呢？取出这些对，金品时常供养嘎达雅那尊者，然后念我们的名字做回向，这样可以减轻我们的业力，并能逐渐消尽。此外，直大日丧死出游时到了恶鬼界，因为有500个孩子，相貌丑陋的恶鬼母对直大人上司说：“我的丈夫去印度金刚座一时，12载是吧？对。是什么意思啊？12年。12年，载是年。对。呀，你若去印度金刚座，请转告他，如果不什么，赶快回来啊，赶快回来，孩子们就要饿死了。直大人问：“你的丈夫是什么样子啊？”所有的恶鬼都长得一样，我能认识他吗？他说：“不会认错的。他是一个大嘴巴、塌鼻子、小眼睛、揪住图像的恶鬼。”这大人去了金刚座，一个3米倒供过的水和许多狮子时，聚集了许多恶鬼真实，其中有她的丈夫。这大人沾挂了他妻子的口信。那个恶鬼说：“我流浪到这里虽然已12年了，但只有一次，一位亲近的比丘丢弃鼻涕时，我们这么多恶鬼急剧争夺才获得一点点，除此以外什么也没有得到。而且我正在争抢鼻涕时，比其他恶鬼打得遍体鳞伤。如此看来，无论身在恶鬼中任何一处，都同样遭受着以饥渴为主的各种痛苦。我们以诚心观修。现在我们这些人仅仅没有吃早饭，便会感受怎样的痛苦？如果转生到许多年，连水的名字也听不到的地方，那将如何呢？转生到恶鬼界的主因是吝啬和权力，阻碍他人布施。因为我们曾经也造过无数这样的恶业，所以现在我们应当尽己所能，为不转生到恶趣诚心以圆满加行、正行、结行而修持。自本作人着康着